爱讲嘅故事係，咱就爱讲个故事嘿。喜人同春天，喜人同春天，冷飕飕嘅暗夜，冷飕飕的暗夜，並且凍結嘅熱切，但是凍結了一切。一棟山丹國嘅屋誒，一道山上國的木嘅，灑出嚟微微嘅陽光，灑出來微微的陽光，前窗石海中嘅燈塔，其中現海中的燈塔，帶來嘅溫暖流芳香，帶來的溫暖同芳香，屋嘅主人，木嘅主人，大家做下很記喜人。大家做下係喜人，出體身材特別高，住在身材特別高，樹也拖到特別多，樹也住在特別高，村民係有問題，說明係有問題，全部為前地獻數，全部為情義分數，有一年有理一樹拖破誒，你是好好的，就動轉有動作，一隻條誒，一隻條的，咔咔咔敲咔定出門，敲在出門，喜人行到出門邊，你行到出門邊，發現一個新人誒掛到樹下檔，發現一個聲音嘅掛到樹下搭，新人誒身旁強壯一輛披風。聲音嘅身後當到一輛披風，看起來就買東西咧。看起來就會東西咧，喜人夾夾打開窗門，輕輕夾夾打開窗門，將新人嘅力道豎成，用聲音嘅力道豎成，搖佢下來。搖佢下來，新人嘅飛啦頭，聲音嘅變來速速啊披風，速速嘅披風。木度嘅出款生出嚟當到嘅事業咧，不跟出款生出嚟當到嘅事業。喜人裝東西換新人嚟食，今年通過是一點生顏色，係用小水撈佢洗身，還有小水老幾細身，新人嚟當歡喜開用生面。所以呢，東方體可以用生面，人生認真，木度嘅把做下佢誒，不跟他做下口誒，喜人了解，今年了解，也新人咧，也生意呢，就係春天，就是春天，喜人對春天講法，今年對春天講法，春天全生命嘅回答，今年生命嘅偉大。喜人為春天講古，明年對春天講古，春天談睇故事就衰退咧，春天當嘅故事就衰退了。喜人看待南定嘅春天，知道當歡喜。明年看到南定嘅春天，南地嘅春天，知道當歡喜。從來冇錯一下啱歡喜過。從來冇一下當歡喜哦。天爺，天天春風嘅聲音咧，看到喜人嘅屋誒，春風嘅聲嘅看到明年嘅福嘅，四面入定健康，四面入嘅健康。也有當好奇嘅福到出門口調看，而家就當歡喜嘅福到出門口福調看，到春風調看。發現發現屋度有一隻聲音咧，我都有一樣聲聲音咧行到那邊，音嘅行到那邊，那邊就有講，那裡就有講，唔對啲人做乜啊？唔對啲人點解喜人看到春風嘅聲音咧，今年看到春風嘅聲音嘅，發出將死嘅愛鳥嘅聲。發出種
亚米迄牙某，亚米黑唔着全部人来行开，牛，要全了今年全部目睹，今年全都目睹，老门从全部管到秘密，老昆虫全部管到秘密，因梦想分春天离开，一毛熊从天连离开，就老春天嘅皮风送入上嘅度，出到春天嘅地方，送到上嘅度，拜到高高嘅树家嘅当，拜到高高嘅树嘅中間，唉，唉，春天无皮风，春天無皮風，花秋无盼發開。花秋無辦法開，錯嘅無法度上，錯嘅無法出產，輸嘅唔會撐牙，輸嘅唔會撐人，學霸咩無法度結工。無法度嘅結工，春天淡晴，春天淡晴，高度嘅碰一處，高度嘅碰觸，老師用嘅，老師用嘅，唔啲樣格啥，唔啲用格啥，古數等幾年衰退嘅時節，無數等幾年衰退嘅時節，而老幾本書貼到胸下，而老幾本書貼到胸下，再到哥哥，蓋到哥哥，春天貼定書本，春天搭到書本。等等一尾北上暑假，可惜，可惜，咱北到上嘅春天，咱北到上嘅瞬間，出門今年發現咧，出門今年發現咧，今年老數是哪在框好？今年老師是哪隻空號？呢度本春天歡喜，呢度本春天歡喜。今年作為一隻頑雞木馬，今年作為一隻頑雞木馬，唔過春天總係一層芒燈充門外，不過春天一層芒燈充滿愛。今年個今年個一比有五，一比有哪張面泡馬該很多幸福，咱咱面包馬街很多幸福，不說驚離開啊，不是兩米開啊。春天別拉條，春天別來用數字指向寵愛，用數字指向寵愛。春今年順等春天嘅樹芒果葉，今年說到給就芒果葉，香毛毛嘅太陽，香毛毛的太陽，涼爽爽嘅。涼爽爽的無煙頭嘅空氣，無一頭的空氣，一條無絲滿小滿皮嘅春面，一張無絲無皮小的春面，同接上綠絲嘅聲音咧，從接上手指的聲音都無看到歡呀。都無看到歡呀。故事先講到亞米，故事先講到亞米，下禮拜3來了。下禮拜